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北投树林科学园区，是台北市重点开发的地区之一。即卖土地地上权爆发着大细目的争议，讲这个园区内底 T17 甲 T18这两块地，分别是以28亿甲16亿标出去，但是这让一条街 T16 标价竟然是高达81亿。副市长李树川讲，计小查遮多会受到质疑。周万安是表示讲，前任的政府应该上解清楚。结果这就互前副市长黄珊珊真无欢喜咯，伊来痛骂讲，现任的市政府混淆视听，造成外界的误解。前一孙硬食西昌参加人工智慧展览开幕式，看出市长蒋万安的心情是介轻松。不过最近市政议题恐惊大步这么简单，和前市长高文泰是真接伫咧相斗。这回战场是刷来到北树科地上权的争议。北树科准备要起，部分的地上权的地标介绍煞引起质疑。今早就伫咧园区正边下边的三块地，其中 T17和 T18分别以28亿和16亿标出。地标厂商就是吴欣盈担任副总的成果领袖。不过伫咧西边的 T16地标介绍煞一要81.99亿，敢若差一条街，介绍是差真济，都和现任的副市长李树川就新认讲会受到质疑。如果要骂人家，先讲说你觉得哪个地方有问题啊？因为那个我们会议记录什么都有啊。真调邓行坎挂保证，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，嘛透过面册回应，讲三块地2019年和2020年合并招商，虽因为开发的规模受大，总流票。2002年跳完了后，个别设定底价才成功脱票。但现任市府和大家误解 T17和 T18敢若一间投票。李志川副市长说的就是大小眼这样的说法，因为他确实检出了问题啊，好，所以外界有疑虑，那我们就送调查。内行人在说外行话，为什么要特别戴上这样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特别的厂商？目的应该很清楚，就只是为了要来打柯文哲。会台地讲到北流争议案，搁到北树科的地上权，蒋万安和郭文泰继续上版面伫咧相斗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